早晨啊，大家好，嚟到10月3號咧，而家9點15分啦，咁啊開咗市咯噃，咁啊第一口價咧就做呢個期指方面咧就係做23093咁啊，升118點噶吓，咁啊相當亮麗嘅表現吓，同呢個外圍方面嘅走勢咧係完全相反嘅。咁外圍方面咧就美股咧道指期貨啊，而家嚟講咧都係跌緊成70點噶吓，咁啊呢個方面咧就係亦都係美國嘅爭拗啦，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港股咧就自己有自己嘅利好因素，因為經過呢個調整啦，咁啊琴日嚟講彈咗上去咧，都曾經即時回落啦，咁所以咧亦都咧喺呢個時候咧就係重拾升軌啦。好啦，咁啊再係私人醒，咁啊醒財網嘅特派評論員，咁啊 sysfanclub.com 啊，咁啊有興趣嘅就嚟我哋嗰個網站嗰度咧可以試用會員5日啦，5日之後就可以俾1200咧成為呢個正式會員啦。咁啊可以咧早着先邊睇啲文章，同埋咧詳細睇到我剖析方面嘅圖方面嘅嘢有睇啦。咁同埋咧可以做到咧即時交流㗎吓，咁就相當重要啊。咁啊，琴日大家啲即時交流嘅朋友都知道咧點樣幫到佢啦吓。好啦，咁啊閒話休題咧，就要講翻言歸正傳，講翻個圖表咯噃。咁啊，今日嚟講咧，就打開個恒生指數日線圖，咁啊延續翻琴日嘅走勢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其實過去兩日嘅走勢咧係已經係形成一個上升軌啦。雖然琴日嗰個係一個十字星，咁但係咧最吊詭嘅咧就係話早排咧亦都係有一個咁嘅陰燭，就開個十字星，跟住就裂口咧低開落嚟。咁啊，好多人都驚呢，琴日十字星之後會唔會有裂口低開，歷史重複嚇？咁但係呢，歷史係重複，不過就唔係咁樣重複啦。譬如我睇翻呢8月15，琴日都講過啦，呢度呢有一個上升軌之後呢，其實佢有跌咗2日嘅，咁啊一日之後呢，再裂口低開，但係又如何呢？當佢做咗雙底或者高低腳之後呢，佢又已經係擴散喇叭形咁上咗2日之後呢，就已經係向上啦。咁同而家嘅走勢係好相似啦。譬如裂口低開，跟住上咗之後有個擴散喇叭形。如果今日再升嘅時候呢，亦都係可以呢突破咗呢一個阻力啦。咁啊，如果係咁嘅時候呢，亦都係相對嚟講呢係掂㗎啦。咁大家點解要覺得我今日畫呢個圓圈喺呢度就唔喺下邊呢？嗱，咁呢個好清楚呢，就琴日嚟講呢。係有個裂口低開，前日嚟講有裂口低開，琴日就補翻個裂口。咁啊裂口理論嚟講向上補應該回咯啩，咁但係其實琴日即市已經回咗咯噃。咁所以呢，喺個即市裏邊呢，就睇到呢，其實喺22138咩23138對唔住啊，琴日個高位回到落去22933嘅一度。咁啊曾經呢，亦都由22933呢喺度徘徊翻上去。咁但係呢，喺嗱，琴日嚟講，即使有個裂口位嘅22859同22997之間啊，咁就係由於佢呢裂口呢高開之後呢，亦都曾經回落去到22984啊，咁啊亦都即時呢就補咗嗰個裂口，咁所以話最後嗰下呢，佢補完向下補就應該係向上咯。咁大家要睇翻呢度有一條線呢係相當重要，23208，即係其實23207先啱嘅。咁啊呢度呢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個交易日呢都喺呢度徘徊嘅。咁啊曾經呢上咗去之後呢，回翻落嚟呢，亦都彈唔翻上去。咁呢一條線呢，就係暫時嚟講呢，淡有呢力守嘅位嚟嘅。咁所以個圓圈嘅頂部呢，就頂住呢條線。咁但係喺下邊呢，亦都睇到呢22790呢條線呢，亦都係相當重要，因為呢，佢係呢一個起步點呢，上嚟之後落翻去。而家最近落到嚟呢度都唔肯回啦。咁就算今次事與願違，有咩外圍風吹草動跌翻落嚟呢，都好難想像呢，佢會跌穿呢條線，或者甚至乎跌穿唔快，好快上翻嚟。咁所以呢，喺嗰個上下限呢，已經成一條平衡通道呢。就係22790咧，下面同呢個23207呢啲位呢，頂到實咯。咁所以呢，我就覺得呢，如果今日嚟講上翻嚟呢度呢，就有機會呢，突然間裂口高開破咗23207，就咁就平步青雲啦，係嘛？
咁所以呢一個一定要同大家提出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呢，亦都要翻嚟睇翻個市啦。9:25，20分，而家232167啦，咁就升182點啊，相當亮麗啊。咁啊，完全當美股冇到啊。咁所以呢一個呢，亦都係今日我講話先低後高嗰個做法啦。咁啊，其實喺個低位呢，其實開市位已經係低位啦喎，暫時啊呢個期指方面23093啊，咁所以呢，亦都呢睇到呢個市況係好嘅。咁啊，講到呢度呢，同大家講聲拜拜，聽日再傾。